昂义才对啊。昂义，对对。昂义啊，昂义，那个逗点是不是在后面还是前面？哦，我确认一下哈。昂义，昂义，吉昂，哎，好像哎，是不是这个字是被保留下来的？查不到这个字。是哦。有可能哦。昂义，昂义，这个字有没有人有啊？有哎，老师你看这边呐，昂义就是那个害怕，对，吉昂义就是有害怕了。对了，对哦，就是害怕，也是害怕的意思。对，对，好，下一个字是什么去了？好，讲义也讲完了，第4个是马泽吉，马泽吉就吓到了，惊吓的意思。被人家把这个拉一拉，让他吓一下，就吓一跳的意思了。好，再来一个沙挠哨，就毛毛的了。那个脚底好像冷冷的这样啊，感觉上有时候在看那个死人的时候啊，老人家一直起火嘛，坐在那边的时候，那个背后那边凉凉的啊，烧脑烧上来，他的感觉就是那种的凉凉的了。我懂那个感觉，就所以他心里毛毛的，这个解释是说得通啊。是哦。好，再来马达维，就是说那个小孩子身体跟那个灵魂分家了啦。我们常常带小朋友去海边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石头回来。每个小朋友的口袋要放一个石头，就是让他回来的时候不会一直哭这样。马达维那个叫马达维的。好，以上这几个六句的话呢，大概已经讲出来，希望各位同学、各位学员能够提供你的想法，不管是什么都可以讲，好吗？谢谢。有一个是哈利达闹，很会害怕。哈利哈利也是一样，是那个打闹的意思嘛？哎呀，他只是常常害怕这样，常常会突然跳一下这样，很可怕。老师，那你那个哈利达闹跟嘎拉达闹是一样的意思吗？对，一样。好像嘎拉达闹比较常说哎，对啊，怕啊，对，看到阴暗的地方他就会怕啊。哎呀，好了，哈利达闹的话就是他常有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样，哎呦，不敢去这样。哈利好像找不太到呢，嘎拉有啦。哈利达闹嘎拉达闹，胆小啦，应就是他该是生性胆小，对不对？哎，对，感觉有点说他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怕死，就胆小的意思对啊。嘎拉达闹这样。嘎啦达啦，那我就以前没有洗澡的时候，直接在水沟路的旁边水沟那边洗脚因为没有电灯啊，大家都很怕啊。嘎啦达啦，那个妈妈就一直牵着我们出去洗脚啊。胆子很小的意思嘛。嘎啦达啦。还有什么？各位同学，请提出来好吗？还在想啊，好了，等会我们老师，我看到一个字这那个同义词叫做“嘎古记”，古记是什么意思？嘎古记古记，哎啦，还是一样怕。古记就有害怕一般我们会用
用怎么讲？用妈吗？马古马古，Makuge，对对，Makuge，老师，地方语言的，你们稍微描述一下这个古 G 什么时候用？它大部分跟那个哈里达绕那个差不多啦，可是有时候是地方语言哦，哈里哦，古给，哈所以老师，里龟，古 G 哎，跟打绕是一样的概念嘛？是不对对是？对对对，哦马古给就是很怕马达哦绕一样怕哦，所以地方语言的说法哦。哎，那古 G 是哪边的说法？我没有听过古 G 呢，是哪里的说法？你们海岸的比较多了，以我们前那边也有啊，以前那我们花个莲也是马我古们我的理哎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那个骨盖哈是还没有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地方，叫吗？骨盖。哎，马里盖老师，你说还没有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怎么样？你的声音有一点小哦。哦，他就已经开始产生惧怕的意识了。骨盖，也老师，你再就是讲一遍，你再多描述一下。你说还没有达到目的就害怕，是你大概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这个，假设说我们要到一个山洞里面，但是呢，在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哦，产生那个惧怕了，这样子骨盖，这样。我懂了，就是说它有一点像是那个还没有遇到事情就已经开始怕的那种。对对对对，胆怯吗？哦，有一点呢、对啦，对，对，胆怯的，对对对。不过这个上一次我们社区就林金村的太太她就用这句话，我哦在那边听了，哎，我慢慢的，哦，他们讲骨盖哦，我都哦骨对啊，盖哦对啊，老古跟阿姑两个人就有点就是还没有已经用想的就已经怕了啦，哦，想了就怕了啦，这样。光想就怕了这样子。哦，那这样懂了。所以这个大部分比较有地方的成分比较多，地方语言。如果说光是讲我们恒春阿美的话，就马达捞就是马达捞嘛，没有什么那个其他的说法。以前那个马古盖是不是胆小？对啊，是啊，是啊，胆小哦，这边有恐惧、胆小惧怕，哦，对呀、比如胆小说，是一样的比如意思。说他要跳那个跳伞，或是跳什么的，哎呦，马古给嘎哥讲我会害怕呢。对对对，对啊，嗯，他不会说马达捞，不过那个马达捞的部分好像面对的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动物那个古叶的话，好像有一点就是这样，发自内心嘛，胆小，哎，心不够大跳。你看呢？跳那个悬崖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哎呦，马古给看过，我会害怕这样。哦，原来阿赖嘎咕是会这样的，嘎咕给按这样会这样子讲。比如说，就像刚才讲的，跳那个什么跳伞或是跳什么那个有没有？哎呦，马古给看过伞，就讲他不会讲说马达捞嘎过这样，会不会太长了？我的马达捞。所以呢，他就直接讲说：马古给过，哎呦，不要我我哩，到时候真难拿掉，哎呦，嘎带过啦，咖喱，马古给过，马这副咖喱，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不足嘛，所以会害怕。是不是在还没有进行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开始这个感觉就是说，那个还没有做就已经胆怯了。对，古给。
还有吗？各位同学，古盖，还有，很奇怪，还在想马古盖、马达绕、马把，好像是马弗热，古风外，古克马格热，马弗热古风克，试试看，弗热， Rush 第一古风克。被吓到头皮都会那头发都会唱起来，这样啊。马弗拉哈古富个子，是这个字吗，老师？对啊，他这个翻成是头发蓬松，哎，是哦，也有那个意思呢。啊，大部分被吓到的时候，那个头发都会直直的啊。我知道，就是汗毛那个什么叫做汗毛竖起。哎呀，对啊，有时候马弗拉还有什么？打地呢？有了吗？还没有，老师，我先帮你编这个。对，你这个老师你用比较口语的翻译，这个你说什么？这个是头发怎么样？那个变成头发会竖起来啊，吓到头发竖起来，会怕啊。以前呢，我们那个青年巴卡隆来的时候，我们被测验说要拿那个帽子在那个坟墓那边呐，那个耆老把帽子留在那边呐，尝试我们的胆量啊。然后一个人去哦，人家大部分的人都会哭着回来啊，因为怕鬼啊。我的感觉就是整个肿起来了。马弗还都连那个头发都好像直直的感觉，头发因害怕竖起，对不对？呀，它本来的意思叫做蓬松嘛，头发蓬松。哎，因为要去拿那个帽子，要经过那个坟墓那边，哇，好恐怖呢！又没有电灯，结果大家就测试那个胆量，这样哇，气都去死了。结果每一个人都是去那边拿一顶帽子回来以后，哇，比什么都高兴，我就是男人这样啊。所以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整个身体就这样很热，然后头发又竖起来这样啊。那个感觉啦，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没关系，老师，如果你们有人这样描述，应该就是有了。focus。我们哪个？刚才我有念什么啊？法力很闹，对，很闹。法力很闹。我看一下，惧高症。我有写法力很闹。老师你有写，我看一下。有法力很闹。这个是什么意思？恐惧啊，惧高症，恐惧，法力很闹个姑的。他专门是用在惧高症哦。对啊，站在高处的时候，头晕嘛，晕眩，法力很闹，萨个姑民能这样往下看。真的嘞，惧高症。法力很闹，对不对？对，我们常讲法力很闹。在高处的时候会，像我就会有惧高症，不能站在高处，会头晕晕眩。法力很闹。那如果有一些人就是说有那个什么，那个很多最近有一些名词啊，什么
幽闭恐惧症啊、密集恐惧症啊，那个是阿美语会用哪个字形容？马南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很密闭的空间，你会感觉到很可怕，就会怕到好像没办法呼吸，或者是你看到一大堆的蝙蝠聚在一起的时候，有那种密集恐惧症，有没有？一般那个阿美族会用什么话来形容？扎人症，哎，扎人症，扎人症，看一下，没有哈，前面没有写哈。扎人症，担心嘿，扎人症，扎人症，没有机症 M，担心害怕了，扎人症，扎人症，扎人症，这个哈，扎人症对，哦，这个是用在，就是说那种什么密集恐惧症啊，或者是那个幽闭有这个比较常用的地方是那个担心呐，有时候是胆怯，扎人症，比较会担心这样啊，嗯，扎人症比较常用的就扎人症，我不，比如说去法院对不对？还没有进门的时候，扎人症把他抓过去，万一被判死刑怎么办？这样。哦，对对对，那个叫扎人症嘛，担心担忧，哎呀，害怕，那个对，发我生刚刚什么事？讲那个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去那个，比如说那个很小的洞穴啊，一进去啊，就感觉到那个不能呼吸，感觉到很恐怖，也是用杂人症吗？也是用这不是哦，个字吗？做木啊，指什么木的，有这个字哦。很像那个心脏都缩起来的那种，怎对么讲啊？对对对，类似那一种，有没有那种什么幽闭恐惧做木症？马做子谷，怎么马子谷，哎，好，一个一个来哈。那个小白老师，你的是什么？很像是，我想一下看看这个，好，做木没关系。那美惠老师，你的呢？做木马子谷啊，这有了，个，哎，好像有了哈。哎，马子谷，有看到吗？我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有啊，是不是这哎，个？吓到，对啊，这个做马子谷嘎木谷就是惊吓到，是应该是马子谷吧？哦，所以我们如果说什么密集恐惧症啊，或者是那种幽闭恐惧症，就是对，用马泽谷这样哈。什么不对，是哦？受到惊吓，马子谷被吓到，做木哎，不知道怎么讲呢？做木打还是什么？那个心脏好像感觉到查一下，收起来的那找个，看看。啊，苏苏苏木达那个法律做啥？就什么什苏么苏二的苏二的赌主注二，苏二的，哎，试试看，这个哦主二的哦的还是苏二的，哎，马苏这个法律做就这样，主二没有吗？特什么吗？马苏二有听过了，哎呀，马苏二说的就是好像赌注心的意肌梗塞了啦，啊，赌注心肌啊，梗塞那种。马苏马苏二就呼吸困难，是这个吗？属二的不是属二的，是属二二属二的，什么什么马属二的困住嘛，绑住哎不对呢，马属二的法律就好像说这个属是堵住的意思，比如说像那个水管呐、嗯那个用那个泥土给它塞的话，马属的哦，
对呀，就是不通畅，那就嘛属是这个吗？属哦，对，他好像没有属只有属而已啊，对对，那是堵塞。所以这个应该不是描述恐惧的字，不算了，那个是形容那个心肌梗塞那种。哦，对呀，那个叫什么啊？苏什么啦？就好了，等等哦，一时想不起来。所以老师，我跟你们确认一下哈，如果我们那个现在很流行的词汇啊，叫做什么幽闭恐惧症，或者是密集恐惧症啊，那种是不是用Gook 来描述来形容，是吗？只能说吓一跳吧。有那个我来讲一下看，你查一下哈，什么还是什么？你帮我查一下，什么这样啊？对，你查一下那个。有那100个捆成100嘛？什么前面用西，什么刚才是什么？对啊，如果是什么好像就是只有这个什么100，没有错。那你那个CEMO 的西用西哦，怎么懂？怎么应该这个叫怎么哦？怎么改西嘛？刚刚是什么嘛？然后呢，你把那个 S 改西。对，怎么对啊，这个字好像没有。怎么就会钓鱼啊？怎么啊？可是你查一下怎么查怎么？有我按了，现在就是变成他查不到这个字。那这个怎么对嘛哈？好，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说怎么它是什么意思？马里盖老师，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在那个密闭室里面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很狭隘的感觉。所以要描述的话，就是用怎么中文你会怎么翻译这个字？这个叫什么夹心症吗？夹心对，不是的，夹心症是另外一个概念。它这个也是恐惧的意思吗？对啊。什么没关系，我们先保留哈，我们先保留。不对，这个怎么是抓住的意思。所以不能这样描述，不能这样形容。不能，怎么 ？OK， 那把它删掉。比如说我们讲的话哈，我们很容易可以吸收怎么西摩嘛还是什么？我们阿美族也有狭心症啊。法律做阿雅的那心脏病。哦。对呀。哎呀，好像怎么只有那个钓鱼的意思啊？怎么钓鱼？对呀。还有吗？有这句话，就是说，以前我们在那个工地啊扫地，有没有很多那个灰尘嘛？然后大家把那个垃圾给它堆起来，就说灰尘很多，可是感觉上就是很那个啊，心里边的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就对了，呼吸都很困难了。
所以老师，你如果遇到那个状况，你会用这个马泽 cook 来描述吗？我不会，也不会，也不会哦。那你会用哪一个字？因为已经在做了嘛，不能说不做啊。所以，沙西莫，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我忘记了。什么嘛？那个就心里边就感觉上哇，不能呼吸啊，这样啊。对对对对，那个幽闭恐惧症就是这个感觉啊。对啊，嘛什么，不对哦。好，我们先想想看这一句啦。对，没关系，想到再回来。对，拉里玛呢？拉里玛不是5个人。拉里玛，拉里玛，费尽吃力啊，也不对哦。有气无力，沮丧。马拉里玛马拉里玛。对啊，像感觉这样很辛苦哦，已经做不上去了，这样有气无力的。恐惧没有关系，对啊。对啊，再来你嘛，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做到好像有那个夹心症的那个感觉的，哇，一定要跑出去啊，去透气啊。对对，再来你嘛，来就好，哇，不能呼吸了，这样跑出去啊。再来你嘛，呢？这个呼吸有点困难的了。那我用这个来形容。拉里玛，老师，你是不是想要讲这个萨拉里玛萨这样子？对，就是我心脏处于衰竭的状态，这样。我也在担心我自己不能再呼吸了。扎拉里玛萨，对，就这样。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处于那个生理的症状啊。那我们现在是要讨论比较是心理的症状，心理。对，也是啊，因为诺拉里玛技术大概就会停工啊，对啊，因为你担心会死掉啊，对啊，扎拉里玛。好，还有什么？各位同学讲一下。各位，还有拉里玛，还有什么？老师没关系，我看这个好像有点极限了。我们先来讲快乐的，等一下想到恐惧再回来。对啊。好，接着下来我们讨论是干么干？很闷嘛。很闷最常讲哈，我们都用妈很闷，对不对？对对对。老师，我们常常讲那个黎巴哈跟马和默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很像说马默的话，之前很想要去快乐一下这个，那黎巴哈是后做了之后就回来咯。他会叙述说马黎巴哈我们今天很高兴这样。我说我马和默好像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那个他们干过了，比萨拉马安，对啊，你不可能讲咖喱巴哈干过了，比萨拉马安不会啊。等到你回来的时候，那马木开干嘛呢？你巴哈多这样啊。老师，我问一下，我们一般那个在教会或者是在教堂说那个要那个什么喜乐啊，或者是什么要那个是用马很默还是里巴哈啊？里巴哈啊，那是已经。所以喜乐的话比较是里巴哈，是不是？对对。马们还有一个说法，就高兴啊。对啊。好像都可以，然后马哈，你把哈看自己
想说什么这样。所以你们搞过你们在教会的时候，如果讲喜乐的话，是用哪个字啊？喜乐吗？你把它用礼巴汉哦。如果是个人的快乐，是不是用马亨默？个人吗？马亨默嘎咕，对啊。会不会有人说礼巴哈嘎咕？马亨默就是给他快乐啊。如果我说礼巴哈嘎咕也可以吗？礼巴哈嘎咕也可以啊，我很开心。开心。但是教会里面的喜乐通常都是礼巴哈，就对。对，喜乐的心就是礼巴哈狗法罗做。马哈默是高兴啊，高兴啊，对。马哈默是高兴。礼巴哈就是喜乐，这样分哈。是喜乐。如果有办法区别最好了，这样大家在背单字的时候比较容易知道它的差异性。比如说马哈默古法罗做阿哥跟伊兰努米说，就是我很高兴，我很开心，你来到我的家啊，我看到你，马哈默古法罗做。巴哈是在赞美的意思，有点赞美，而且是喜乐。那圣经比较是那个方面，赞美啊，喜乐。没有错。好，还有吗？那个什么马达瓦吗？达瓦不是害怕，忘记哦。马达瓦笑啊。达瓦啦，笑。马达瓦才是忘。达瓦了，他应该是笑了。是烈，微笑，微笑。是烈，这力，是烈，这力，微笑。这还是死。这力。SEDI。有，所以我们会用马瑟 fit 这样子。微笑，那个小姐啊，你像是对着我微笑。这里撒加娃娃，有那一首歌啊，这里啊。阿夫萨爱。结果露出这马这里个娃娃大官男，这个什么？马达瓦大笑啊。达瓦就微笑啊，微笑就是力，用那个 seti 嘛 seti 这样子。这里在那这样，他去笑一下这样，有没有声音的这样？只有嘴巴微笑啦 seti 这样。没有声音哦。对。咯，那个是形容笑声呢。是就是形容笑声，笑得很开心的。sekolah tawan娃，这样拼吗？K-E-K-E好像查不到。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字。那个是形容笑声，所以拟声法。它那个状声词对不对？对，状声词。状声词没有错。把是大笑了。咯。大笑就是你把它，是吗？对。露出8颗牙齿。马达瓦就是大笑。那个马里盖老师，我问你，咯中文是不是翻成呵呵呵的那个意思啊？对。对。还有是干什么的也是啊。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要不要造个句子啊？我如果说傻哥傻过来娃娃，可以这样讲吗？对呀，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这样讲哦。还有是干什么的也是可以啊。
是嘎多啊，你昏倒的笑哦，笑到对，是嘎什么刀啊？是嘎，笑到快昏厥的意思啦。是嘎是那个，那这个就有一点是在形容的，比较不是那个意思嘛，哈。对了哈，那应该是原来的意思是昏倒嘛，对不对？没有了，是嘎的，这意思是有点四脚朝天的笑了。哦，他这边有写休克昏倒了嘛，是嘎。昏倒。对啊，哦，是哦。那对对对，个应该大笑叫做巴阿克，巴阿巴阿，我看一下，巴阿克萨奈古拉达瓦尼拉的巴阿克，把阿星系把阿克，巴阿卡，他这边翻成抬头。对啊，哦，所以老师，你那个巴阿是不是那个萨奈古拉达瓦尼拉就是已经很大，笑得很大声了。笑到头都抬起来了这样子？对对对，整个身体都后仰了啊。哦，老师不，这个可能是形容的状态，可能他本身他这个本身可能没有笑的意思。奇怪，那个羊这个头跟杂二差不多吧？杂二就是抬头。对对对，他应该就是说把头抬起来笑了，就是你后面还要叫阿玛达瓦这样子。你把阿玛达瓦这样子才是那个仰天大笑的感觉，是不是？好像这个就不是他本身单独没有笑的意思。如果说你的马巴阿呢，马巴阿前面加一个妈呢，马巴达阿是不是？马巴阿，马巴阿克，有吗？妈没有，咪有呢。米巴阿，米巴阿有，米巴阿就是抬头啊。奇怪，怎么会抬头呢？对呀。不是光，抬头的话，不是爸爸人过风啊，就这样，怎么回事？马巴阿过风，这边有一个米巴阿。马阿。所以老师，你说，老师如果这个字不要加后面不要再加达瓦哈，它本身有笑的意思吗？没有呢。对呀，如果它本身有那个笑的意思，可能就比较不符合这个分类。那我们的做法是，马巴阿古达瓦呢，你要让我们笑得都很开心啊，很大声啊。马巴阿就大声的笑哦，头被抬起来。对啊。老师，你讲马巴阿后面会马巴阿啊马达瓦会不会？还应该可以哦。所以他必须要再加一个马达瓦才会。马达瓦，他也可以马巴阿啊，读盲一词不是也可以吗？没有，读盲一词不是马巴阿国。哦，那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在描述那个大笑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马巴阿盖过了，他们这样笑得很大声这样。哦，哎呀，那可以。实力在那个娃娃这样，那个女生爱我啊，这样微笑。对，还有吗？各位同学加油！现在才第7个哦。所以我们的马达瓦只能翻成笑嘛，不能翻成大笑。如果是大笑的话，就把它马巴阿才是大笑。阿奈古达瓦这样。OK。把这个没有那个呵的，好像比较没有了。要不然的话，咱那个达瓦这样，那个不敢笑出来嘛，可是把嘴巴掩住，对不对？对啦。对，那个怎么讲？对，那个偷笑啦，偷笑或怎么讲？是山奈古达瓦这样。
色，因为啊，我们去我爸爸的那个坟墓去祷告的时候啊，不会念那个圣歌啊。结果我二哥啊，看到我们都不会唱，他刚刚开始唱得很大声，结果后面他忘记了，他没有声音，我们大家也没有声音了。结果那个时候就在那边叽叽叽这样就笑了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切，咋是啥那古大哇？咋是偷笑啦，窃笑啊，哎，怎么讲啊？国语就是有那个偷笑。对，assess，哎，assess，有一个一哦。是这个字吗，老师？怎么会变成指挥呢？我刚刚好像前面有找到一个字，这个老师你是这个吗？assess，微弱的声音，但是这边翻成窃窃私语啊，你那个是偷笑嘛？来啦，是那个刀啊，这样又不敢给人家看到嘛，我就在旁边就在那边偷笑啊，就这样。可是我忍不住啊，还是有那个嘶嘶的声音啊。所以老师你那个怎么拼？你要不要帮我拼一下？古达瓦我知道老师这个重复嘛，这个就把它这个字重复。所以老师你的那个是要前面加沙嘛？对。沙对了，就是就是那个。好了，偷笑啊，还是已经笑到没有声音了，有啦，就嘴巴的那个气这样，嘶嘶的声音呢，好像有一点是偷笑的。哎，大古大瓦这样。老师还要再加古达瓦。如果你说沙是不是本身就可以说在偷笑？不行哦。不行哦。不行哦。那这样不行呢，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他好像是形容。那个没有瑟的话是吹口哨啊。那个用手啊，把它弄到嘴巴，对不对 ？feel 那个声音有没有？是声这样啊，就是吹口哨啊，吹的。对啊，比如说那个我们放牛的时候，在那个另外一座山，对不对？那个老人家在找的，他会用那个哨，那个口哨啊，每次，就咻咻咻这样，我们才知道说要下山啊。那个叫我试啥口哨。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么说了。老师，不过这个字这样查起来他感觉很像是那个，就是跟那个偷笑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好像他也是那个直接翻的话是
批评。这样哦，也有可能啦，他们可能这地方语言啦。对对对对对。我那边大部分都是这么说，我是所以老师，我三的。现在跟你确认哦，所以杀射时哦，本身没有笑的动作嘛。对。哦，那这个不行，因为你还要再加射时啊，大哇这样子。哇，哎，对啊，对啊，只能再形容啦。所以会变成没关系，我们把它保留一下。那个 assess 的话，它本身这个 assess 的话是吹口哨的意思啦。哦，我懂，我知道，可是那个字典没有，没关系，我们就保留这样子。就杀杀嘛打哇这样偷笑。是啥不到哇？对的。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还有马之列吗？那个不一定要往笑啦，我们还有别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兴奋啊，比如说他考上那个第一志愿很兴奋这样，怎么讲？变成跳来跳去了，都是形容他们高兴的跳起来啊，上过汉姆，对不对？的路跳的路的路子的路子 ，Hello 阿爸的路哦的路哦，所以老师你变成这个哈，变成是那个他这边讲蹦蹦跳跳，对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很兴奋的意思，是不是？对啊。大部分的人兴奋的时候都会跳起来啊，跳这样。哦，所以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这样。哦，所以会变成会用，所以是的路加一个沙，是不是？法嘎，你念法嘎，好，等一下哈，嘎哈，嘎。等一下，兴奋，惊喜，惊喜。哦，惊喜哦。嗯，惊。好，老师等我一下哦，这个打比较慢一点。F 啦，巴和嘎，不是嘎。嘎，好，没关系，我查一下。嘎。嘎。不是，没有红色音。F A。哦，发。嗯，嘎。不是。F A 嘎，后面是 K A。哦，发啊，你说那个把那个 F A 改成 K A 是不是？对。嗯。然后 P 呢，给它改 F。哦，发哦，用发嘎。我里面说发和应该是喝哦。我看看 H 哦。发和嘎，哎。那个马里盖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吗？发和嘎。对，惊讶，哎，对啊，惊奇呀。发嘎，对。所以马里盖老师，你这个意思是说，考上第一志愿的时候，很用这个字来描述他的心情吗？对，哦，非常惊喜，这样。哦，这个也是惊喜的意思啊。OK。那个女朋友突然过来找我，法卡萨卡库这样，我吓了一跳。对。OK，这样可以是，所以这个字要加妈吗？
吗？还是说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嘛哦，法嘎古法罗朱努马古这样可以哦。对对啊，对对，我说嘛没有错，这 git 有了嘛吼，有了。这 git 我看一下，这 git 这 git 没有，这 git 我看这这 git 哦，没有，也是这个跟那个这个是在那个啊，在那个刚刚前面的那个段落，这 Kit 那边有啊。哦，是惊吓啦，这个是怕恐怖的啦，对对对，这个不是高兴的啦，对，对呀，不是，对，恐惧的，就是我们要有那个正向的情绪，正向的。还有吗？各位同学，加油！我们到第10个字喽，11个，第10个喽。拉和个发什么？拉和个拉干了，拉拉发是刚刚是信燕讲话吗？对，信燕，你要不要再念一遍？经验然后打在讯息栏了。哦，讯息栏哦，好，拉和个哦，满意了，哦，满意，对，拉个不，对，高兴满意，这个字什么时候用？就当有人在赞美你的时候啊，你就虚心的接受，其实内心是很高兴的，这样哦，有点满足的感觉，满对不对？对呀、受到肯定。哦，那没错，就满足满意，这样可以看。有被肯定的意思了。哦，这个是有受到肯定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一定每个都马很默，像这个满足也就可以拉和个这样哈。对比如说那个老人呢、他们在演讲的时候，然后跟国说阿哥，我被到什么那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真的很满意，很心满意足你们的做法，哦，那个啊，就是我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就是这满样。足，满意满足，还有大叫哦，飞叫，心满意足嘛。心满意足啊，那个说马夫哈古法罗抓过，好像是我的心被打开是这个意思。那听过你这句话以后，我的心就打开来了，意思是这样。马夫哈古法罗抓，感觉这个句子比较像是用描述的，对不对？马哎，福汉是被打开嘛，对，福哈，感觉好像没有直接说马福汉是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对，比较没有了，好像没有直接说他是跟那个心情好有关系哦，他比较是描述那个心被打开了这样。拉，还有什么？我看有没有同义词。啦啦啦啦，哦对，看一下那个
哦，它这个只有很默两个字呢，你把哈跟很默。老师还有吗？哎，小白老师，你有在线上吗？应该是还有了，因为还想不出来。没有麦克风吗？哦，有了有了，哦，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先往下哦，反正很多。蛮多，乌拉，哎，爱，乌对，拉，乌拉，乌拉就通常都是用妈嘛，乌拉就是喜欢的哈。对，乌拉，是来一同情，哎，马里克老师，你说什么？西拉一，西拉，是来一第一哈，个拉一到点，是来一哦，有看到了，西拉，哎，这个字嘛哈，应该是，关心是不是？对对，关心哦，有一点怀的关爱的意思。哎，那个马里克老师，你稍微描述一下这个字，我们什么时候会用？是来的，对，这个是在关爱一个对方的时候男女会用得到。朋友吗？还是说亲子？亲子，比较是在亲子方面的，是不是？对，我讲朋友也了哈，可以吗？朋友也可以吗？朋友可以，可以啊，朋友他不是那种男女关系的没有关没有没有没有。比如说啦，一个乞丐在那个路边那边哦，跟你要东西的时候，看他也脏脏兮兮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拿那个同情心呐、那个关爱的意思，同情心嘛，也是爱的意思了嘛。哦，可怜他嘛，给他一点嘛，这样啊，其嗯，他的，这样可以吗？马里盖老师，很强你，很强，还有嘛？什么？对啊，这样可以。你们啦，哦，你们啦，我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舍，不珍惜，舍，对不对？哎，不舍，舍不得啦，对啊，这爱惜嘛，哦，哎，我们都一般来讲说要加咪吗？咪吗还是妈？还是这边好像是米莎你们啦，要加米莎吗？也不会呢，大部分都是说有抓懒多余，对不对？你一直放着会臭掉啊，你一定要去分享啊。以前没有冰箱啊，这个时候就会叫你们啦，安多好这样，咖喱们啦，哎，叫你们啦，或是你们啦都可以，哎，哦，咖喱们啦，按就是令人珍惜的，是不是？或是老人家啊，像昨天晚上讲的活字典呐，Kalimalaan ko na penaknin matok asai，这样，就是有讲到这个，所以咖喱们啦，按就是令人珍惜、爱惜的嘛。哎，对对对，老师，这个东西可以形容那个人是人跟东西都可以，是不是？哎呀，东西啊，你丢掉可惜呀，啊，人如果
你该爱不爱，然后也很可惜，是不是这个？对呀，也是用这样讲哦。因为那个阿美族都是很有爱心的啊。我们可以讲说咖喱们啦，安古拉嘎印，可以这样讲吗？对啊，你可以这样讲吗？没有教他啊，为什么不娶她啊？哦，所以那个爸爸妈妈一定会讲咖喱姆拉过啦改音这样，结果很可惜，你怎么没有找他这样？哦，嗯，我可以这样讲哦。对呀。杜弄，哈达杜弄哦，对象我知道。应该是对象，我不知道，应该是男女朋友啊，哈达主杜弄。动是不是这个对字？对对，是啊，所以老师，杜弄你这个怎么翻？应该是哈达杜弄才对啦。要加一个哈好哒，是不是？哈杜弄还是打哈达土木是这杜弄？个字哈，是嗯嗯，是这个老师，你中文怎么翻？他这边翻成作为适当的回报跟酬劳，这个配对了，也配有。配对如果的意思，配对的哎呀，意思。嗯，对，配对对，象啊，对象啊，哦，就是翻译成就是说可以跟你结婚的对象的那种哎呀，对象。哈达都弄嘿，哈发发也是比较直接啊。哦，啊，如果她还是小姐的话，哎呀，那个白骨都可以哈达都弄，哎，哈达都弄妈妈这样，适合的对象嘛，对不对？应该是啊。打独送这样哦。嗯，达都弄，哈达都弄，哎，适合对象。还有那个乌哈乌哈乌，嗯，哎NGO 吧，对对对。乌哈。哦，我知道这个字，五哈就是哦，情人，是不是？对对啊，还没有结婚哦，可是在一那我们如起了哦。果说嘎五就哈就是喜欢的，是不是？不是那个据我了解，我怕是你们丹麦的话哦，他是说没有结婚就在一起啊，那个是母话嘛，情人呐、来啦。那如果哦他这边有一个字叫加一个嘎嘛，啊，跟母话加一个就嘎的话，嘎五哈就变成喜欢上这样。哎呀，跟我你去喜欢他嘛，这样跟欢这样。那如果是马五哈就是喜欢，是不是？母话哦，马五哈是不是喜欢的意思？母哈爱，母这个老师，你哈看这个爱慕啊。马五哈对爱慕啦，对。哦，我丹麦是讲这个。对呀，就林金春的太太呀。哦，所以这个字可以翻成爱慕的意思哦。哦，我是把它界定为小三呐。小三老师，你这个不要乱界定哦。所以老师，那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马乌哈跟那个马乌拉差在哪里？所以啊，某拉是喜欢而已啦，还没有正式接触吧。马乌哈的话已经在一起了啦。哦，嗯，所以是这样分哦。对呀，应该所以是。马乌拉就是喜欢，我喜喜欢了，欢那个人，那个人哎，不见得喜欢知道。我啊，哎哦，呀，不，马武汉五哈是两个已经在，人可能已经在一起了这样子。哎啦，同哦，居了啦，哎呀，哎已呀，经在一起的了哦。对对对对对，五哈，老师有没有暗恋呢？暗恋哦，我忘记了呢。等一下，我们先讲我想到的，
米巴苏瓦兰，米巴苏瓦兰，女朋友啊，你把俗话是不是讲话啊，对谁讲嘛？你把苏瓦讲话的那个烂，对不对？对，所以你这个是那个就是诉说的对象，是不是？不是会介绍跟老人家讲说，比如说我带他回家的时候啊，那个老人家会问吉玛古拉长，你一定会讲说你把抓了那个我的女朋友这样，是这个意思哦。你把抓了，马里盖老师，你们的部落也是这样子讲吗？没有呢，我哈这个呀，你们用五号哦。所以呢，那个老师，你那个米巴苏瓦烂感觉是有一种不敢直接讲的一种讲法。对，定的了，已经被定亲的那一类型的了。是哦，感觉上他这个字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没有，他这个有一点就是介绍女朋友这样，已经讲定的，讲定的就是定亲了。所以这个有定亲的意思哦，米巴苏瓦烂有定亲的意思。还没有，还是说那个男的就是确定那个人是我的女朋友，或者是我的对，只能介绍只有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回部落那个阿公说吉玛古拉，他说乌米巴苏瓦烂阿姑这样啊，你好罗了那个，好罗了，那个修古兰西这边就讲好罗了，就是我的怎么讲，就是我的爱人哦。对，我的爱人的意思。那个字你怎么拼？你念一下哦。HO，这样子这个对，来宾哦，不是，老师这个感觉是说不好意思直接讲，就故意讲另外一个字来，会不会有这个意思啊？好像有一点是玩，有一点是玩的意思了啦。我的玩，老师有一点是什么意思？有一点玩伴的意思啊。玩伴哦。有呢，他这个米活络就是有时候是玩耍，闲聊招待，所以那个马里克老师，我问你哦，你说活络就是在部落里面，你这样介绍，老人家就知道她是你的女朋友吗？对，米活络烂要加一个 an， 后面加一个 an。对，就是款待的对象哦。所以老师，你们这个讲法就跟刚刚那个小白老师讲的米巴苏瓦烂一样的意思哦。米巴苏瓦很像讲话的对象嘛。地方的那个。对，就是说你在部落这样讲，人家就知道那个人是你的另外一半或你的女朋友这样。对。好，我讲一个姨妈，这个吗？对。那可以描述一下这个什么时候用这个字？有时候，我有爱慕这个人。我恋慕这个人，我对他感到这样。那这个是跟我们刚刚上面讨论的那个吗？
乌哈是有一样的意思吗？我喜欢，知道吗？马乌哈是马银嘛？恋人嘛，乌哈是恋人呢、然后马伊嘛，哦，我爱上这个人，我喜欢上这个人，我恋慕这个人。不见得是恋人就对了，还没有到恋人的阶段。对，那他跟那个马乌拉有什么差别？马乌拉是我爱上啊，爱上啊。马乌拉是爱上啊，马一样吗？马伊嘛不一样，还没马伊嘛是我有这个恋慕这个女人，马伊嘛。但是你还没有爱上他的意思就对了。有一点欣赏这个人的意思。哦，欣赏哦，那翻成欣赏比较好了，不然感觉都太像哦，欣赏的感觉哦。欣赏书写。我很欣赏书写呐，这样不一定比爱较欣赏书写。像你一欣赏书写的，马伊嘛我去书写呐，这样。哦，就是说书写很漂亮就欣赏他，但是不见得对他有意思了。对。哦，我懂了，我懂了。还有一个 enough 嫉妒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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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p 哦 happy enough 哦，嫉妒。老师，这个嫉妒是喜欢，这个应该是负面的吧？这个应该不是正面的。是啊，吃醋啊，买 enough 对不对？这个应该是比较负面的，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后面有，后面有那个比较是负面的。还有吗？还有。不然老师，我问一下哈，我们一般讲嘛 ，enough 不会是形容好事吧？应该都是不好的事情。对，没有错。那就不对了。对啊。哎呀，吃醋啊。还有什么？各位老师加油！我们，老师，我看到一个字了，这个你们应该会，这个马因纳，对啊，马因纳尔，对，也是喜欢哦。老师，那这个跟那个欣赏有什么差别？那个因纳尔是，比如说它是一个东西，我想要买那个东西，让买那个锅，对，某那个锅说那么买那个我想要买了，意思这样。因纳尔。所以中文什么字比较接近这个？想要吧。渴望吗？渴望有没有？渴望可以。因纳也可以翻成渴望哦。因纳尔，哎，因纳尔。那这样比较想要啊，渴望。那比较像是说我喜欢，我很想要买某个东西，可是我想要去某个地方，那种用那来形容是不是？对啊。哦。哦，对，你看这边的他那个例句也是，我渴望读书哈。买那个committee，对啊。买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么？这个是名字哦，那么。对。这个是名字。那么它本身的意义是疼的意思，很疼这个人的意思，疼爱。喜欢呢，真的呢。是不是？对，马那么就喜欢。哎，老师，你可以描述一下他这个什么时候用？你刚刚说疼是指疼爱啊，很疼这个人。晚辈吗？对晚辈，你对那个晚辈或者是老人也是可以啊。那他这个字应该跟那个男欢女爱没有关系哦。对，没有。哦，所以他这个比较要翻成疼爱这样子。疼爱哈，对。那么本身它名字是它是一个那个名字嘛，它是有一个疼爱的意思。
哦，那么好，这样。那么好，对对啊，对，那么好，对对对，很厉害的跳拜。对啊，那么好，嗯，那么好，那么好，希望这位年轻人，那很好。么很不啦，少在用，爸爸，哎，很少在用了。对我很少听到嘛，那么好像对对，很少很少用，人这样讲。很少用哦。这个话是什么地方会这样子讲啊？哦，比如说我对这个干那么憨姑那娃娃，哦，这个我好喜欢这个小孩子，好疼爱这个孩子哦。嗯，比如说他这个小孩子很乖巧啊，干那么憨姑那娃娃。嗯，它大部分都是用在哪一个部落的比较多？这个南摩汉，对对对，我很好奇呢。对啊，南莫好像是比较名偏北的名字哦，比较北边的名字哦。对对啊，南小飞老师，摩汉你们电光部落那边有南莫的瓜的，瓜比较重，有这个名字啊，可是没有这种说很那个爱怜哦，爱怜这个小朋友啊，还是这个老人家，比较没嗯有那个没有这么讲了。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地方的地说法。方语言，地对对，方的那个修古兰西光复特别会讲这个话。哦，这是哦，比较北边的啦，对对对。嗯，是，那个我之前听那个什么那个萨吉达亚的那个耆老讲啊，说他们那个萨吉达亚里面很多叫南莫的。那么还有吗，老师？渴望、疼爱，有没有那个溺爱、溺爱、溺爱？溺爱哟，就是说太宠了，就是过度喜，对对啊，有没有那？妈好像有哎，妈不是太长，哎，有一个说法，宠的话，就是不要溺爱你的小孩，不会把他宠坏，这样有没有那个话？溺爱妈巴金娜巴金娜巴金娜哎，老师，茉莉马乌面是不是？马乌面，马达对对，马那乌来我们对老师你是直接翻那个达沙马乌萨达沙马我们乌萨，对不对？在黑啊，非常达达马爱的意乌思，这样。对啊，他有没有说那个一个字就可以代替了？老师，我刚看到一个字哦，马乌面，马乌面，马乌面，马乌密马乌密对，马乌密，这个字有溺爱的意思吗？嗯，爱爱抚哎，这个没有，抚慰的那个意思有没有？这个他等一下，的翻译我尿尿一下。然后马马乌面，马里盖老师，你看他这个字马乌面是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度的意思哦。他有一点爱抚的是那个抚慰的那个提手旁加一个五那个有没有？嗯，抚哦，我懂你的意思，嗯有抚密有有一马种安乌密慰的意思吗？安抚的那种感觉了。哦，我懂，嗯，
马乌密，他们会讲马乌密。所以它本身有疼爱的意思吗？爱抚应该也是有疼爱的意思哦。它这个地方，你看它的翻译哦，柔顺、温柔、多情、疼爱。哦，可能是了，也是吧。马乌密，表示你的语感里面，它有那个安抚的作用哦。对对，有安抚的作用。哦，爱，有抚慰的意思。抚慰的意思哦，就是说，哎，一个人就是难过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你我们也那个人的话，就是说去安抚那个人嘛，是这个意思吗？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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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乌哦，密，有这个意思。刚刚他这个也是可以查到几个字啊。老师，你有没有听过 limugus？ 照顾啊，有照顾啊，照顾，照顾哦，照顾啊，里木故事是有时候是里木故事，安慰。里木故事，里木故事，照顾，里木故事，里 L 吗？里木故事奇怪 ，DI。limugus， 好，有了，就这个嘛，就是照顾，我们用咪嘛哦，咪 limugus 哈。对对，这个是照顾、关照的意思。照顾啊，照顾。老师，你们讲一下这个照顾，它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啊？小孩子啊，老人呐。哦，是那种照顾哈。假设我们今天要去探访，也是可以讲里木故事。哦，探访也可以哈。那我刚刚有稍微看到另外一个字叫做 reboot， 是不是？对啊，照顾也是照顾啊，一样的意思哈。对。reboot 的话比较好像用抱的那种照顾啊。哦。reboot 有一点维护的意思了。哦。照顾。他不是有一首歌吗？什么？你不等多过的人你说爱他多别哈拉等，对，人爱做这样啊，你不等，你不等的人，好好照顾你自己，这样子是。对，你不那个刚马里根老师，你说他有一种，是不是你讲的意思是有抚养的感觉？你不得对，抚养有哦，养育抚养哦。有。比如说，你不等我那阿哥你先照顾我，抚养一下，一段抚养也有这个意思了。里木故事是刚刚讲的是关爱嘛，所以里木故事有没有抚养的意思？里木故事没有。有啊。你有吗？有，我觉得有。里木故事也有抚养的意思。有吗？米利布的话就是有一点用抱的那个来照顾啊。那是比较贴近的。老人教是什么？不过是照顾而已嘛，就吃的啦、什么的啦、安全啦，不要让它发生事情，就里木过啥的那种照顾啊。我是这么解释啦。没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把它们把这两个字当成同义词。所以我们一般讲，如果是米利木古斯跟米利布是差不多的意思嘛？大部分米利木古斯的话，就是等于是一个家啊，你要照顾家啊。多罗马，海明老师，你那边那个后面那个米利布哦，那个 O 改。哦，对，少一个 O。对。
第一步，对对对，拼错了。底部的就等底部的有一点是照顾那个小小的，或是病人呐、这样。哦，哎呀，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你不跟那个李木过上，它不能弄在一起的。嗯，所以这两个字应该分开哦。分开，李木故是一种主动要主动去关爱、去照顾这样的意思了。嗯，可以可以，嗯，不然就把它一种分开。主动式的李木故事。好像你们两个讲都有一点点差异，这样子就把它分开比较那个比较好一点。好，各位老师还有吗？还有什么可以讲的？题目过现在多少了？哦，第10个了哦。12、11、12，嗯，我看一下还有没有。爱线的那种的，算不算爱线？爱线不算，爱线不算，爱线感觉是那个，表现而已。对呀、那没关系，是对段老师你写一下，对。爱线好像没有分类到不然爱线怎么讲？我们那边是以法力，很像日语呢，我觉得以法力，以法力，巴黎斯尼嘛，以法力好像日语啊，好像没有呢。是哦。巴斯尼，你看巴斯尼，八巴斯尼，巴舍尼，这样巴斯尼，对，神力，这什么意思？就是爱线的意思啊。你巴斯尼啊，哦，神力是那个倒水泼水的意思，是不是？嗯，泼水，我不知道，是溢出来啊。有可能呢，就是倒满出来，就是那个啊，表现过度的意思，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哦。可能是，我不知道它的为什么会，神力是倒水的意思啊，倒溢啊，嘛神力啊，对了，那神神力力就是满出来了嘛，哦，喊出来哈，对把神力就是让那个东西满出来。对啦，那个把神力就让它满出来的意思，就是有点爱线哦。对，不过这个感觉就跟那个爱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了，那这个就还好。没有啊，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个会看到那个 emer，emer 好像讲过了哦。emer 有没有讲过？马伊妹儿，爱自己啊，自爱啊，不是哦，爱伊妹儿，好像是IMER，觉得很辛苦的那种的意思啊。马伊妹儿，哦，自爱是不是？对，自爱，对，自爱，这个字什么时候用？就是平常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啊，人家都跑出去，他一直在家里读书啊。马伊妹儿，他自检这个感觉很像很自律哦，他很自律，哎，哦。马伊妹儿，那这个好像不是哦，它是 L 结尾，对。哦，我的这个也有一个自爱。哎，老师，那我问你哦，自恋呢？自恋怎么讲？自恋哦，那妈，不对，自恋那怎么讲啊？自恋，对啊，老师就是就是说形容一个人
就是说很自恋，每天照镜子啊，就好像觉得自己很帅、很漂亮这样。嗯，嗯，嗯，好像没有呢，自恋哦，没有哦。没有呢。所以阿美族人以前不会，阿美族不会自恋的，那爱别人爱不过了，还要自恋。对了，只有那个马伊木而已啊，他克制自己啊，马云们就是自律啊。哎呀，克制自己的那个妄想啊，哦，很自律啊，所以那个没有自恋这个词汇哦。好像没有没有听过。嗯，自恋，自恋有没有？自恋有没有爱慕虚荣的意思？没有没有，自恋就是有点那个，凡事哦，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最好，凡事觉得自己最棒这样。哦，所以刚才那一句啊，马伊法利就是很骄傲的意思啊，好像是日语嘛，对，马伊法利，哎，应该没有这个字哦。马伊法利对呀，找不到。没有虚荣，哦，虚荣。对风只有法力而已。法利是风，对呀，马以法力有可能就是在风，以法力就是在风里面嘛。马以法力就是就是很会吹牛啦，对对，好像就是你就是跟风比较一样。有一点骄傲啊，就哦，那种骄傲哦。那个骄啥依赖啥依赖，啥依赖依赖，哎，跟那个一样啊，所以是跟以法力是一样的概念哈、哦。对对对，依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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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依赖依哎，赖，有啦，这个有一个爱美啊，就是啊，依赖谁来？有了啦，爱对，线是不是这哎呀，个？谁来依赖？对啊，马依赖就是爱线的意思。对啦，谁来来？啥个诺瓦讲爱线啊，又爱吹牛啊，谁法里法里啥？哦，所以他讲原来意思是爱线没有错，可是如果是在讲我要把我的这个我的环境要弄很美的时候，我要给人家呈现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也可以讲这个。谁来来啥？讲话就很大声啊，这样夸张啊。原来那个原来那个哦，no rumah aku 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要呈现给人家看的，展现出来哦。展现出来哈，对。OK，但是没有那种没有那种什么所谓的刚刚讲的那个对了，他这个感那谁觉哦，不太像跟爱有关系的哦，就是说发自内心产生爱的那种心理状态嘛。这个好像没有。对呀，可是如果我们说，哎，我的小朋友就是说，哎，那个表现得很好，假设他成绩考很好，或考上不错的学校，故意在别人面前讲，马伊拉古谁来来这都不知道我这样。没有谁来了，谁来了也不一样了。马伊拉古我阿哥这样，对，好像是就是说在炫耀他的小孩。马伊拉我们这个马依赖有没有那种就是负面的感觉？不会了，马伊拉的话不会了。不会哦。就是我就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解释？真的，我只是跟人家分享我的小孩的那个类似分享我的小孩
所以可以用马依赖吗？老师，你就你的可以这样讲啊，马依赖过可以巴格拉，在某个方面，所以其实它不见得完全负面嘛。不完全，看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就我刚刚讲的，我的环境，今天我要程序要整理好的时候啊，kailan能aku kina tarik这样会变成这样了。你们那边是这么说？对。我们这边的话，makan tu kuna yang namun nisangaan这样，makabahay tu kuna nisangaan mo就这样啊。老师说马嘎巴亥对，塞赖赖这个很像北方的才有呢，赖好像是日本话日语嘛。说啥不在教，在赖上那个在教讲，好像常常我们听到的比较负面的，好像比较多对啊，没关系，就像那个某种程度，他可能也是表现出他对小孩子的爱啦。是，大部分都会夸赞自己的小孩，就买妹儿这样了。他很会照顾自己啊，很自律。你说那个自律哦。买妹儿顾啊顾这样子哦。对，他很自动自发，还是什么这样？我们会不会说，我以我的儿子为荣，说以来嘎咕嘟娃娃咕，可以这样吗？可以，这个可以。所以他这个就有了嘛。我对我的小孩子以他为荣，是不是？对呀，没有错，这样就对了。所以我们这个马依赖可以翻成以谁为荣，对不对？可以。对，这样比较不会有负面的感觉。好，依赖，看一下还有没有？还有吗？我看那个同义字，还有一个呢，爱吃不算。那个有一个字，那个男士的叫做西夫沙万，有这个话吗？普扎万本身它就是一个名词呢，普扎万就是一个容器啊。看一下。昨天是这个吗？对啊。怎么好像是金属？对啊，以前是那个嘛，那个普扎万它是一个汤锅啊，用铜制的。古时候啊，我那时候有碰到，就是铜做的啦，普扎万它属于金属的。就汤锅啦，那个什么炒锅是比利的，我们是叫比利，普扎万是那个铜做的一个锅子啊。我们是这样子称呼啊。所以它这个好像应该比较不是指那一方面的哦。可能是男士的。像昨天那个光复他普扎万是蓝宝石啊。我就搞不清楚啊，我就特别问啊。昨天有讲到哦。对啊。他这边有啦，因为他的翻译老师你看哦，它里面有铜矿、贵金属还有白金。所以它蓝宝石有可能啊，因为贵金属嘛。是，我最记得的话，就是在我们部落，在家里边，阿朗古的普扎万讲，原来是装汤的那个锅子啊。汤锅啊。然后我们那个炒锅叫比利的，炒锅。那全部加起来的话都叫瓤啊。瓤啊，就是锅气吗？
容器，锅子，锅子哦。我炒过有汤锅，全部给它称在一起的话叫瓤啊，这样。哦，有汤锅的锅跟总称啊。对了，老师你这个字嘛，瓤啊，对，瓤啊，瓤啊，对，炒锅就比例嘛，查查看，我记得，比利特，比例特，有啊，炒菜锅啊，比利特，对呀，小铁锅嘛，比利特。好，那老师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我刚看到一个字，那个示爱，老师你们怎么讲？米达贝是不是？米达贝米达别是要结跟婚之示爱是不是？在，就是说那个男生想要这个女生要跟他结婚，对不对？对，这个男生要先去女方的家里去做3个月的苦工啊，米达贝安古拉。哦，就是说先到别人家，所以他这个的行为其实就某种程度就是在示爱啦。我也不知道。对，因为你就是想要嫁过去嘛，你喜欢那个女的嘛，那你就故意到他们家工作嘛，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示爱啊。好吧，那就他可能他那个字典的翻译可能就是有故意这个，你看他这边写那个献公示爱，有一个叫献公啦，献公示爱啦，要献公，对，米达贝，男女都会米达别啊，以前。是哦。对，老师，女的怎么米达贝以前不是入赘吗？可是他要那个男的啊，他也要献公对呀。对，是男的米达贝不是吗？女的也是。女生也有啊。女的要装水啊，抢木材。挑水啦，或是什么。哦，女的也要回应这样的意思。对。对呀，只有那个男的很壮啊，可以招过来啊，就是建造他们的家庭的话，他就要很努力的去打猎啊，因为很多女生也要去抢那个男的。我听我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人，他说如果妈妈说那个男的不错，他就要很努力的去米达别去南方那边。装水、挑水，然后趁他们人不在的时候，煮早餐，对，要扛一些木材之类的，对。原来我以为只有单项呢，所以那个，明年的戏剧竞赛可以演这个呢。你答对，除非那个男生都是先去答对。然后那个女生的妈妈觉得满意，就叫她的女儿去南方的，对，就是也回应她的哦。对，那就已经修成正果了。所以以前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有5、6个男生去米达贝一个女方家，妈妈说哪一个比较好，那个女的就会去米达贝那个其中一个，这样是这个意思吗？还不一定哦。那个是米加如果就好几个男生去那个女生的家里，坐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聊天，对不对？聊天以后还不知道是哪一个是他的未来的喜欢的人啊。先是米加如啊。老师，你那个字是什么？怎么念？米加如个。加入这个吗？约会哦。哇，这个字被老师你讲出来了，这个很重要。对啊，有这个啊，约会，米加入。所以是好多一堆男生跑到女方家也叫米加入哦，这样子。对，然后到有那个眉目的时候，大家其实那个男生只是陪着那个男主角去那边聊天嘛，
因为呢怕那个爸爸妈妈会骂人啊。哎呀5、6个、3、4个就在那边聊天聊了有结果的时候，就变成就慢慢的就在外面约会了啊。哦，约会以后有一点的成果，然后就说好啦，你先你的bet嘛，讲啊，你哦，先试你的，先现你的功嘛，啊，大概有一个城市啦，啊，男生大部分做田嘛，做那个什么抓青蛙啦，比较累的，大部分都是男生啦。女生的话就是挑水啦，煮饭啦，或是什么这样啊，哎呀，比较轻啦。哦，所以老师，然后你讲的程序就是说，前面第一个动作是 Mika Rock 哦，第一个动作嘛，对，然后他才会从里面去挑选米达贝的对象嘛，对不对？对，最后才会那个结婚嘛，他就是有自己的步骤哦。对啊，这3个步骤，大嗯，概也都是3个月啊。老师，那我们干脆把那个结婚、订婚也一起讲了。结婚怎么讲啊？把个定，把个订是订婚还是结婚？把结婚呢？定结婚，我们那边的说法把个定，外来结婚，把个定，订定嘛，定，订哦，把个定把个嘛，定哦把个定嘛。，M M 哈哦，我们那个海岸线好像是巴达鲁嘛，对不巴对？达罗嘛，把个订哦，这个结婚嘛，这个应该也算是爱的表现，爱的行为哦，对，爱的结果嘛。所以只有这2种讲法吗？一个是巴嘎定，一个是巴达鲁嘛，对不对？有没有别的你给讲法？供啊，米基贡哦，那个好像是那个日语对，给供，给供，日语给供，不然日语我们先不要，咪因为一听起来就很像，马拉拉莫呢？哎，好像有马拉拉莫，巴拉拉木是不是？马拉拉莫，马拉马拉马拉啊，马拉拉拉木的啊，马拉啊，马拉，你那个 L 对对，拉木巴改名弹舌那个前面马拉前面也是拉马拉，马拉拉马拉哦，这也是结婚的意思哦。结为夫妻了。哎，老师，为什么结婚会有那么多种讲法？是部落的关系吗？大部分都是事前事后的问题，会用的词句会不一样。所以，老师，你们可不可以把这几个帮我厘清一下，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啊？巴嘎定就是结婚当天，哦，结婚当天呢？巴嘎定还跟那个巴卡定结婚当天哦，前面的还有一个萨杜乖利呢，巴卡定我的理巴弗拉达还是什么？理解是有一点订婚的也是订婚的意义了，然后巴卡定是订婚的意思，然后巴拉木是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嘛？对，这是我的理解。我记得那个以前的老人家没有那个订婚啦，就直接这样把男的，对，没有订婚，他们没有以前把塔鲁玛奶奶就巴达鲁玛对，就这样了，就结婚了，把个定喊奶奶，然后就请吃饭而已嘛。就那以前也没有什么那个东西，所以
那个酒啊，怎么都是用酿的啊？哪里有1箱2箱的，或是1包2包的米？没有啦。哦，所以以前没有像汉人这个有订婚的，没有啦，没有对，啦。它变成就是两方如果已经确认的时候，就直接结婚了，这样子。对，巴嘎定有一点是牵手的那个意思吧？牵手。哎，我看到另外一个字哈，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巴嘎 F 巴嘎 F 巴嘎恩巴嘎 F 这个定巴嘎定不是老师，你看那个画面，巴嘎 if 巴嘎 F 巴嘎 if， 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吗？没有呢。那你看老师跟美惠老师，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那么这个古尼呢？巴嘎 if 是不是男士阿美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呢。男士，要不然的话，他讲这个巴嘎 F 的话，就是那个女方或是男方的话，他有一些礼物啊，就是一瓮酒啊，还是一条猪啊，到后来的了，是不是？这个巴嘎 F 对呀，是要反过来的，就是说他对我那么好，我会给他什么巴嘎 F 哦，你是老师，你说有点像聘金的那种概念哦。哎，对，比如说那个女孩子不是要结婚嘛，对不对？要收那个男生嘛，但是那个女生呢，一定要给米啊，或是酒啊，或是一些菜呀，到男方那边啊。巴嘎 F， 应该是这样。我这边看到巴嘎 F 是那个南斯阿美，不是马兰阿美的讲法。巴嘎 F 有诶，真的有呢。有吼马兰的呢。马兰的，对呀。巴嘎 F。就是有一点是回男生嫁过来，然后一些东西给你们，这样有一点像聘金呐。对啊，比如说槟榔，到后来是槟榔啊、酒啊、半只猪啊、1包米啊，这样。是巴嘎 F， 哎呀，应该是呢。看看有没有他没有单独的意思。只是后来的大家没有常讲哦。有可能。不然把它写上去哦。所以老师你们自己也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讲哦。对。没有听过，我还没听过呢。好，那老师，我们阿美族就是说，应该是最常讲的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嘎沙妇，米嘎沙妇，对不对？对，就是入赘嘛。嫁人或入赘。OK， 那我们就，不然我们今天先这样子哈。那么快哦？对，9点了。快哦，9点了。哎呀，都是我的错，我都没有看到时间呢，嘿。没有关系，老师讲很丰富哎，哇，刚刚好。老师没关系，我们今天人比较少哦。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哈，我们11月中旬哦，大概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之间哦，我们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叫那个明年的线上语言潮的规划。那我们可能原则上哦，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部分会延续。那其他的族语教学啊，会修改它的教学方式哦。还有我们还有在增加那个什么学生的线上的补救教学，英文跟数学哦。大概明年的线上学习哦，会往这个方向，应该不用到明年啦，我们到11月下半月哦就会开始进行哦。那到时候我们会在11月上半旬的时候，我们会那个开一个会议哈，
那到时候再跟各位老师报告我们进行的方式，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时间交给小白老师。好，各位同学，因为我时间会大，马路在多，慢下啦，harap ano ita ko na lemak, no niliaw sa toko lemak kita 我们继续努力啊！第二个再说了那个啊，希望以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哈。对对对，谢谢，晚安。好，谢谢晴晚晴，安大家。好，好，Nak ai ke so.